为着减少这环境当中石棉的建材会有致癌的风险，各县市是配合中央，若是甲石棉拆掉，就会有补助。不过真侪民众是烦恼讲，这拆掉定期的费用伤过贵，也是讲这厝顶都也无歹，或者是厝主有滚动的人等等的因素无愿意拆掉，造成这成效是真有限。 去伫咧田地头前的工寮是过去农民为着方便放杂货，也是做实家私所起的仓库，大多数拢是用石棉线做厝顶的建材。为着要减少石棉致癌危害，中央积极推动石棉处理费补助，也毋过有一寡民众意愿无悬。嘛无啊，安怎讲？啊都废弃啊！算目前的当用就好呀。系啊。哦，大家拢安怎想？啊，像我这都密密麻麻。我嘛无爱去遐点打。 根据统计，婚姻馆有25000栋建筑厝顶是用石棉建材，也县府针对客家、停业工厂也是农业设施拢有石棉清运补助。大多数拒绝拆除的民众是认为厝已经是旧过后，或者是石棉线也未歹去，阁会当使用，才无愿意拆除，因为阁要另外开钱装新呢。所以民众可能会因为本身在拆除的一个费用，或者是说目前对于旧的房子的一个改建或怎样没有规划，所以不愿意来提出做一个申请。所以在这部分的话，或许后续的话，在中央的部分可以考量，是不是可以来编列相关的预算来做一个协助，可以提供民众提高他们的一个申请补助的一个意愿。 婚姻馆环保局表示，石棉废弃物清除处理费真悬，县府今年向环境部争取4450万的补助，接受290件申请，预计清除650栋的石棉废弃物。明年度会继续争取经费，提供有需求的民众来申请，减少对环境的危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